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准备心来做今仔日的主日礼拜。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个帮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这是咱起日，咱来纪念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愿神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所有看无看见的万物的主，愿神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使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彼拉多为咱定十字架，受难埋葬。圣经所记载，第三日高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愿神守护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个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为得到赦罪的洗礼。阮期待死人高活，来世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的爸。伫你今仔日施恩造成，阮要来遮调见你，也令阮的罪来审察家己，求你赦免阮，也赦免阮暗时的过失，接纳阮会当诚做你忠实的囝儿。但即时，阮知疫情也慢慢来平息，阮心向伫上帝你的话来行，求主你带领阮，若像你带领埃及正百姓伫。出埃及的正百姓一样，你用云条来压榨，用火条来引带阮，互阮会当行出伫旷野的困局。阮也知主，你伫阮的身边永远无失去，因为你听阮的祈祷，将阮看作你忠实的囝儿。阮搁一摆也要伫即个所在献上阮的感恩甲懊恼。主啊，阮知，阮要。真侪工游园伫即个所在要来做，求主你，互阮伫今仔日，阮要选出阮同心合意的同工，来为教会福音来尽力。求主你祝福伫即个顶面，也选出你所任中的奴仆，伫即个教会顶面来调磨。阮也甲同工来行即个事。主啊，搁一摆，阮要效来阮要来行出基督的脚迹，甲伊的香味。
愿主你搁一摆，互阮有教业信心来承担这一切，无伫推时，也无伫轮内。主啊，搁一摆，我要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阮的同心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圣歌队是要学乐，我要大声来唱歌。过来圣经，请咱来看以弗所书第1章13节至23节。新约的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3至23节，请咱掀开咱来三角来看。就是伊伫本身所大成得定着的，踮伫伊，恁也已经听其真理的道，救恁的福音。既然信，就踮伫伊有受所应允的圣神勘印，伊就是做咱承接业的准当，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
互伊的阳光得到翱落15节。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显出伫正信徒的仁爱，就为着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孝念恁，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阳光的爸，授予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阳光的富到怎样，搁知伊的权能仰伫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照以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气力的功用，互伊对死人中高活，伫天里坐伊的大屏，盘过拢总办政事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所号的名，毋那伫今世也伫来世，拢盘过远远，搁互万项有降服伫伊的骹下。搁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以上，这是要正道，咱要请罗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见证基督的教会。兄弟大家平安。咱像足久大家无相甲见面啊！伫基督中少年大家少年中英教会我顶礼拜嘛第一摆安尼，迄个口罩脱下来吼，我甲阮的兄弟姊妹讲好久不见我甲因问讲安尼牧师敢有啥物种变化安尼吼？因都想你敢无发现着牧师的头前才较光安尼？吼，安尼吼，讲牧师即马咧空前啊，吼，空前吼，我即摆佫拄着一个牧师叫做詹正智牧师吼，伊拄吼，毋是空前，伊中顶面纸头毛拢无去啊，吼，安尼，迄叫啥物言知啊？毋是啊，叫做决定啦，吼，讲安尼空前决定吼，感谢主，这是表示讲时间咧过。咱的身躯拢会变化吼，不过圣经来讲，咱虽然讲日子的年老，毋过咱的心灵日日换新啦。这就是啥物？这就是咱的福气，咱的信仰啦。阿免，感谢主吼，咱所相信的上帝，就是互咱有仰望的上帝，互咱换新的上帝。感谢主，今仔日会通甲咱大家伫这个所在相甲来。做伙敬拜上帝做伙来用上帝话来互相勉励吼非常的欢喜今仔日咱的生活队吼，每摆我若来，拢感觉咱的生活队唱得拢特别好听咧，你讲咱着爱大声来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创造咱的主佫是咱即个生命咱生命的主是真理的主我感觉说咱想着讲，咱创造咱的主是咱的活命的主是咱真理的主咱踮伫这世间吼，咱就是一个有仰望的人啦咱感谢主所以今仔日牧师要透过这个这段圣经，在咱大家互相来学习互相来勉励我的题目叫做见证基督的教会我真爱讲这种题目因为我感觉讲教会存在兄弟姊妹，教会存在伊目的是啥物？咱这基督徒存在的目的是啥物？咱拢知嘛知无？毋知迄其实咱咧讲迄为属民属地的信仰告别第一条的第一句就讲咱活地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啦。阿免，甲隔壁人讲一下，讲我活地是要为荣耀上帝教会咧，教会就是啥物？教会就是得救的人组织的所在。咱会记着教会为什么甲社会其他机构不共款？因为咱是一个信耶稣得救的人组织一个所在，所以教会既然是信耶稣组织的所在，咱活伫一个
足要紧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好，当然哦，你是啊，而且这为书敏是的信仰个别一共款第一条，但是第二句话咱常常拢忽略去啊啦。哦，是安怎忽略来讲哦？咱第一讲，咱就荣耀上帝，毋过吼，像是安怎掠上帝最快乐啦。咱大概拢忽略，咱讲荣耀上帝对对，掠上帝最快乐。咱的生命，咱做基督徒，特别咱做基督徒，咱活伫咱伫这世界，嘛是因为上帝咱快乐。吼，干啥呢？因为咱是一个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就是掠上帝最快乐一生的中间，就是要荣耀上帝。今仔日咱圣经甲咱讲，咱已经得救有啥物记号？圣神的记号，我一直想讲圣神的记号，甲看有圣神的记号，甲转伫对，话讲无伫遮啦。你有去拍疫苗无？敢有记号？没有，但是内面有啥？有抗体啊，对不对？抗体抗体是真抽象，对不对？毋过伫咱内底对，但是若拄着病毒的是安怎？就有能力抵挡啊。敢是安尼？敢是安尼？敢对无？所以讲若打疫苗的人，讲会减少重症跟死亡所以我无需要鼓励大家爱拍。咱信耶稣的信耶稣，我讲我也无看到啥啦，信耶稣共款啦。但是有圣神的记号，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就有属灵的快乐。这就是圣神的记号。所以有圣神的记号，真做咱基督徒生命的快乐。等者我会继续分享，我先讲来讲其实有3项非常要紧，都毋是这3项尔。我提这3项来讲，圣神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有圣神的记号，伊就伫伊的内面喜乐出来。因为得救上欢喜的事因为基督伫我的生命内面，甲我得回是得胜的记号啦，阿免。搁第2项圣神就是互咱会通内面满上帝的听，会当彼此相听，所以听挖出来，这是圣神的记号。毋然安尼呢？做基督徒已经领受上帝的救恩，我活地要荣耀上帝。除了我会当做逐项的事奉以外，真要紧的，要显示对上帝甲对人的听是啥物呢？就是传福音啦。教会存在要荣耀上帝，三听耶稣讲真好，因为恁三听就众人都认出你是我的学生。当然呢，搁一项就是真要紧，真要紧，这是今仔日的教会大爱训练的所在，就是拍拼传福音。也真坏，咱已经伫上帝恩典中间领受得救，所有得救的这个记号，无说爱问咱大家恁有得救的确信无啊？感谢主，有人因着做啥对啦，有时有当时拢做爱讲有相信家己得救的人举手敢会使叫伊举手一个？无说已经甲你问过几礼拜无？来，有得救的人举手。有人感觉一半来无要紧来有人讲那上帝决定的，毋是我决定的上帝早甲决定了呢。上帝将这个得救恩典互咱呢只不过是你有迄个确信无啦来所以咱基督徒会讲，咱爱认捌上帝，因为圣神除了互咱有得救的确据，互咱有得救的信心，搁一项要互咱认捌上帝，因为耶稣显出圣神的目的是啥？要互咱认捌上帝，搁认捌上帝的事。圣神要将迄个难的、艰难的、真困难的事，甲咱讲，而且搁甲咱将来事，甲咱讲就是应允啦。将来事就是应允啦。咱要进入的这属灵的稳定福气的领域这就是将来事啦。所以咱知影将来咱要去倒位，敢是呢？是无？是无啥知影，信了所了，个无啥知影，对，所以认捌教会，个安彼此相听，而且安怎呢？在因为认捌上帝是遮尔丰盛的上帝，上帝会听，第三就是讲认捌教会，这是传福音啦，这是这门徒的官兵甲使命啦，所以造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见证基督，因为
圣经讲咱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基督所充满，所以教会活的就是爱将基督的心意来显明出来。基督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互人因为伊的听来得到救啦。传福音的所在，迄个所在吼，才有法度彰显上帝恩光甲上帝的心意啦吼。所以大圣吼，要见证基督教会吼，应该就是一个有得救的确据吼，喜乐敬拜的教会吼。我相信圣乐队因唱许多诗歌吼，会很振奋我们的心得到。就是因唱歌吼，互咱会通对咱所相信的上帝有一个确信。我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安怎样的上帝，所以得救就是讲咱最基督徒，伊信仰所了，咱就得到已经是得救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啦吼。既然是上帝的儿女吼，无毋对，咱踮这世间，咱嘛是甲人共款啦吼，拢会拄着其他世间人所拄着的事。不过因为咱生命内面已经领受基督伫咱生命中间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吼，咱已经是伫上帝的国度有份的人吼。所以咱基督徒的生命，咱要因为咱是一个得救的人来欢喜。所以每摆我拢爱鼓励阮的兄弟姊妹吼，这嘛是一个真要紧的教会真要紧的，伊要互人讲教会是一个有望望的所在吼兄弟姊妹，一个有望望的所在，迄个所在气氛安怎？我爱请问恁，对，这是这样。所以基督徒第一个记号，要互人看出讲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教会，吼就讲这有望望喜乐。所以礼拜我拢主张礼拜一定爱快快乐乐，足欢喜的。当然是有当时咱有拄着异乡的事，这一定话。平常时咱咧礼拜时就是每一礼拜来到上帝面前咱就是爱学乐来感谢咱的主安尼。所以学乐啥？学乐是基督徒的教会，学乐才会当显出咱生命的光彩我嘛问阮兄姊妹讲，牧师除了头这光以外，这较光以外你感觉牧师的面有啥物不共款无？牧师甲恁拢共款啊？会友讲，牧师你前拢无讲，阮即马看到一个你的面哪像会发光呢？够呀！伊讲阮一个会友讲，牧师刚到煞落去我礼拜煞，你甲讲，牧师你遮煞发光呢？我知影是安怎发光，你毋知影？因为电火都照伫我头壳顶。毋过我咧讲的是就是牧师你就显示那种荣耀的神采。我是讲敢牧师尔，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只不过我是引起讲，牧师甲咱拢共款啊，但是为什么面看会发光呢？因为有一个光照，所以咱的生命就会发光啊。得救的人就是有这基督画面光照咧，咱面就显出阳光。而且呢，基督的光，比如讲咱欢喜来敬拜时咱就爱学乐上帝。当咱学乐上帝时安怎？咱的心拍开，基督的光照伫咱内面咱讲知影，咱若烦恼时心头会安怎？甲规甲得规球对毋对有时烦恼啦、伤害啦、怨恨啦，世间足侪事拢互咱的心头甲规球对毋对？这甲规球，其他土教甲规球嘛甲规球但是咱要来拍开，一个兵要互扬起是啥物？光甲伊照啦。咱基督徒嘛是共款咱拢会但是咱的生命中间免咱甲即个甲规球咱就咱无毋对，咱可能带一球来带一球来教会要敬拜上帝，但是咱着学乐感谢上帝，咱的嘴若开，咱的心就会开，上帝光来入来时这甲规球都会得到透放啦。人就讲有影恁信主的人无共款，恁真正是有望咱则讲这个圣经安尼记载讲咱这个天父上帝照着耶稣基督已经安怎对世人中国甲咱重生，所以
互咱得到讨望的是对4个月的耶稣，4个月的快乐要进入到伫相信的人的身上。所以咱最基督徒，咱相信，为什么讲信才要紧啊？信才有法度甲上帝连接，上帝救恩才会真实伫咱的生命中间发生啊！毋是知哦，知足侪人知啊，知足侪啊，但是愈知愈复杂啦，当然愈知愈侪问题啦，迄学问就是安尼嘛，但是咱若相信，单纯的心相信。迄个上帝的恩典，就真做咱生命的祝福甲快乐，毋是知哦，咱一般拢在知啦，知足济啊，圣经嘛知了了啊。但是要紧的是相信耶稣伫你的心内，咱就有迄个活泼的愿望，活泼的愿望，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叫做活的愿望，叫做 living hope， 活的愿望啦，活的愿望就是毋是死的啦，死的解决救对毋对？所以咱耶稣伫咱的生命中间，这个现在我国目食者这罗马书第5章第20到13节安尼讲，照着信基督，互咱会通掠上帝做咱踮伫你讲，咱因为信耶稣，咱就踮伫基督恩典的内面，咱就会通安怎？欢欢喜喜，愿望有欢欢喜喜愿望，而且咱佫会当安怎呢？就是伫患难中咱会安怎？欢欢喜喜，这是这个也做罗马书第5章的中间甲咱讲的。所以最基督徒就是伫信的内面有愿望，所以有愿望的人，伊就是安那欢喜啦。所以咱敬拜时敬拜怎样敬？我咧着重敬拜敬拜就是拢咧庆祝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足欢喜的。敬拜啦，俄乐欢喜就上帝快乐就伫咱中间彰显。咱所带来这个生活的困境，这会使伫俄乐的快乐内面伫个所在遐来消除这个也做一个足出名的，这个也做牧师啦，这个唐高赛特伊有写一本册，要怎应付这个忧虑这个忧愁这种册，伊内面特别讲一句话啦这句话就是讲魔鬼上惊咱安怎？充满感恩恶乐，伊讲魔鬼上惊充满感恩恶乐的教会啦。伫迄个所在，若有恶乐感恩的教会魔鬼袂来啦，毋敢来啦，因为迄个所在恶乐安怎？恶乐就显出上帝永光伫迄个所在啦，重要紧，所以这是属灵的原则因为上帝伫什么所在受高举我相信迄个所在是什么？这是魔鬼所惊的所在。魔鬼走迄个哀求的教会你毋通相信，毋通讲做基督的教会做魔鬼袂来，但是大家拢软弱咧，拢无咧讹了上帝啦。属神的上帝就活活上帝性格拢消失去那像死去安尼所以较早就有人讲上帝死啊有无？嘛是听着是安怎？都拢无伫恁的心中看出来所以讹了才知讲咱的上帝是我的上帝咱的我的上帝，撒旦魔鬼敢来？毋敢来，因为伫咱的内面伫咱的教会内面所以讹了上帝的宝座敢是就伫咱中间，是上帝的同在。伫讹了中间咱就平安，伫讹了中间咱就快乐，伫讹了中间咱的生命在更新改变，伫讹了中间上帝荣耀充满伫咱的教会。所以喜乐敬拜的教会就是一间见证基督教会因为今仔时间的一个牧师这来第二项就是讲见证基督教会就认拜上帝教会。咱来教会对毋对？咱来教会教会足济即个咱真欢喜的事，真好的事。我感觉教会代志内面咧做拢好的事啦读圣经啦、祈祷啦、查经啦、圣歌队啦、团契，这种真好包括咱伫厝灵修嘛、祈祷啦安尼。一个中心，咱即个叫做一个中心咱爱认捌咱所相信的上帝。当咱来认捌咱相信的上帝咱的生命就有信心甲丰富，因为咱一切的祝福拢伫对，拢伫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临到伫咱若无认捌咱的上帝，咱会失去信心。咱若认捌咱的上帝，咱咧讲上帝是创造宇宙万面上帝
有时吼，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吼，咱若无相信吼，就是一个名词。若有相信吼，上帝的不，就像圣经所讲的，以荣耀的丰盛，吼，即个当然即马翻译的即台语是较古文吼，但是咱即马用安尼较清楚就讲，有荣耀的丰盛，毋但丰盛哦，世间拢足是丰盛呢。咱世间努力，咱拢能得到丰盛，但是咱所得的世间丰盛吼，毋是荣耀丰盛，伫上帝内面所得的丰盛是荣耀丰盛，不甲什么相关，吼。我即个要甲和下你姊妹分享讲，什么叫做荣耀丰盛？荣耀丰盛吼，就是德性，有德性才有荣耀啦。所以咱一摆上帝知影，咱上帝是宇宙万物主宰，赢过一切的上帝。就是圣经讲，透过耶稣基督，赢过一切。执政的赢过一切安尼，才会有看到无看到的才会咱的上帝是安尼的上帝，咱若认捌咱上帝佫伊听咱，所以咱就安怎？咱就三听。所以为什么耶稣吩咐讲咱着三听因为这听对得来，听对上帝来。咱没有听，咱都要认捌咱所相信的上帝。听是啥物？其实听毋是一种概念嘛。听是一种快乐啦，这种快乐这个威廉天普，这20世纪上界伟大的一个英国的因的这个国教的一个主教威廉天普，我有读热册是一个真伟大的神学家伊有讲伊讲咱毋是无听毋过咱的听是安怎？冷淡嘛，冷淡的听就是无快乐的听，无快乐包括啥？无快乐来遵探主的命令，主甲恁讲命令啊。但是咱有听，咱讲耶稣基督听我，有咱有听有但是咱的听是冷的听，所以咱的听是应该是安怎？热切的听。上帝的听是啥物？恁自己的听还是安怎？上帝做听，上帝的听，你看伊安怎热切？对天顶到地面上，对上帝真做人，来真做人，佮行入十字架，佮受顶入十字架，佮对死过为着拯救咱大家，你看这个过程的中间，拢是咧讲起上帝的听是热切的听，是有快乐的听。所以基督徒同款咱领受基督的听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的生命就有一个听的火热。所以圣神会一来一个真要紧的，互咱生命得救的喜乐，搁咱有听有火热的听。教会活地，其实教会咱看初代教会。算圣神降临伫兄弟姊妹身上的时，逐个人热切听，迄听超过家本身所会通控制，所有的妹拢伫遐来做三甲做生活，而且逐工伫个所在来敬拜、来学乐、来传福音安尼。圣经讲得救人日日加添，是物？安怎？因为听吸引人啦，听吸引人。所以咱看去这个耶稣基督听是热切的听，咱的上帝是一个热切的上帝所以彼此三听的教会厝边隔壁拢知啦，感谢主啦所以讲咱认捌上帝的本质是啥物？核心上帝迄个本质的核心就是听。上帝足之伟大权能，对不对？伊讲嘢听信息的上帝安尼，丰盛的上帝安尼稳定满满上帝，但是核心就是听。就是听听就是对基督来显明出来，基督的听显明伫谁的身上？伫咱的身上，显明伫倒落？伫教会。所以教会活地要见证基督，就是咧见证基督的听所以圣经讲恁主的教会就是咱这好报的翻译讲信从信谈主耶稣个安那个亲爱就听兄弟姊妹啦。听信就是听信耶稣就会活出听，这是咱大家互相勉励啦，所以这约翰福音第这13章34节35节，耶稣甲反正讲，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对不对？咱拢知影，就是恁着安怎必须三听，恁若三听安怎，正人对安尼知，恁是学生，互人知咱是基督学生，互咱知咱是基督徒，这是咧见证基督呢。咱勇敢
好大，互人看见啊！你做基督徒，哇，我嘛买，我看伫你身上，我看见，我嘛买，安尼，感谢主，阮教会有一个姊妹，伊伫一间公司安尼做伙不最大一间外商公司，查某的伊人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热情佫其中强我上感动的因兜开始开读书会，为什么爱开读书会因兜伊讲我就想要邀请我这朋友来阮兜借着读书会，互因熟悉会当认捌那信仰，甲伊分享信仰伊安尼这个读书会一个开弟兄读书会来变小组，来小组了变传福音小组安尼伊逐年拢引带来人来信主，伊较早捌对住伫微软，捌住伫台达电即摆一间真大间公司，国际公司的这个外商的这个 CEO 啦，查某的今年伊个带疫情期间他还带领2个人2个3个系列的。有人到流过的，我走过的地方包括伊系列毋是现在董事长，现在董事后以前伫微软的，甲伊做伊拢甲伊连接就邀请去因兜有的人来了后，就一段时间无来但是陆陆续续过来阮当然因教会办迄个福音茶会伊就拢甲因连接，所以伊就拢各会邀请他们这人足奇妙。有影足久伊伫祈祷中，伊拢祈祷中祈祷就想着某人甲伊拍电话去，伊拄安怎呢？哇，拄着困境，就招伊来，就来落来，阮就做福音茶会，阮就团里面，就感动来阮想讲阮因福音茶会阮应该是爱8礼拜，但是即届疫情阮开始4礼拜就停但是无想到这4礼拜中间都有2位就决志信主哇！为什么我咧讲？为什么人会信耶稣？因为看到这姊妹伊伫因兜安尼持续不断20年的拢咧读书会20年拢款待这做做伊的同事朋友来安尼哇足感动所以伊已经我来中到已经带10几个来信主真爱，咱讲传福音就是传上帝听咱咋愿意无？所以咱热切的爱感谢主啦咱互相勉励我真有机会，我是咧讲找一个时间我无事足爱鼓励教会传福音啦我感觉咱中兴教会一间真的累积能量你要爆发的教会，我无传福音足无彩，咱若传福音我想讲。咱迄个爆发性的成长对不对？无咱知影，咱迄个做，咱教会常常种内部安尼一直酝酿能力但是咱有天花板对不对？天花板会安怎冻掉对不对？高了天花板，因为天花板我头拄仔咧甲迄个店长咧讲伊讲我无事拄想到一项对，有一个变水来对不对？这变水来哇门口拢满对不对？门口拢满要哪入去？安怎？拆厝顶啦，厝顶若拆开变水就起行路啦。知无所意思扩张我们的境界啦，传福音。说为什么拆厝顶？为了爱，干啥呢？拆厝顶甲堆落去，这样起来。另外，咱就会见证着上帝伫咱中间行奇妙的事，所以3条什么好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想，无论伫新所在，就同样的原则，爱的地方，美事一定会发生神迹奇事，神的神迹奇事一定会彰显出来所以教会的格局在哪里？决定爱这爱毋是那句是那就外展外展这是基督所吩咐我咱的所以认捌上帝必须3点罗马书第5章5节听对来是上帝的圣神浇灌我们
管咱咱满满上帝的听呢。第三教会，咱今仔日讲教会是基督身躯，对不对？是基督所充满的。既然是基督所充满的，会安怎？咱想象，基督是安怎的基督？基督安怎？基督来世间传福音，伫伊的身上显出上帝拯救的规律，这就是基督，敢毋是呢？拯救的基督，这个布永康咱在伊伫旧年中间过生去伫非洲带迄个足大型的这布道会引出几若100人安尼来信主的这个布永康安尼。伊讲一句，我感觉这话时时刻刻拢藏伫我心内，所以为什么我拢做爱安尼伫鼓励咱这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咱来积极传福音伊讲，这个世界上较迫切需要什么？福音，迫切需要是福音所以基督徒上重要工作是什么？传福音，阿妹吗？伫企业上的管理拢叫咱怎？咱做经理人，还是讲员工咱去最重要的事要怎么优先做，对不对？是不是？是咱呢？咱这样是讲，我们最重要是基督徒，最重要是如果是传福音的话，我们有没有优先做？我们好像说优先做其他，迄不是歹，迄嘛是好，但是咱爱做上好的，不是做次好的优先，所以用。我即马开始改变，我将教会用传福音做咱的主体，一切配搭传福音，这才是教会的正路啦。咱应该爱一切时间安排恩赐的发挥，就是传福音、兴起门徒、建造教会、传福音、兴起门徒，教会的增长、神国的扩张就在这里。无咱有能量，但是咱没有扩张很可惜，对不对？没了爱，没有得人，更可惜。我感觉咱兄弟姊妹满满的爱对神的爱但是这个爱要转成得人就有荣耀。咱的主的话语，咱的教会，我相信中兴教会是在等待爆炸的教会，兴起的开来就是炸药啦 ，dynamite。爆炸的能力要在我们中兴教会把它点燃咱的教会我相信上帝个会扩张咱的境地，阿们。因为阮的教会今年嘛是趁疫情就讲装修了，阮即马是来焕然一新，全部我唔即个夸耀但是目的是什么？我讲装修了要看美吗？唔系看水啦唔是看水讲好看吗？敢唔是要好看？唔是啦。就是要充分利用迎接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让福音看到教会。其实我嘛是讲，我要用拢会使但是我为着要迎接 best， 所以就是讲，在能当作贵宾的福音朋友来，福音感觉哇，这个地方是我们喜欢的地方，我们做这事，所以我就拢焕然一新，所以我更加积极，更加积极要传福音。嘛讲，阮伫迄个周年的庆典的时候，我们要献上的感恩是什么？得救的人，这是我相信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咱中兴教会即马伫建堂中间，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是咱有一个目标，咱当然咱拢知影，咱中兴教会建堂的目标在哪里？目标是啥？不是买人，建堂的目标不是买人，建堂的目标是要传福音，阿们。阿们，所以咱有这个心志上帝就是供应咱所需要的资源甲规律，这所有规律都是属灵规律咱的生命咱的教会就会大突破啦。所以教会就是安那，咱来相信教会是领受官兵，就是要热切来传福音嘛。是耶稣基督会告我透过圣神启造教会，圣神落来的目的就是会通见证迄对4年告我的耶稣当时咱看伊遐个人讲哇但我要安怎
这圣神降临啊，这个使徒的身上的吼，因就起来做见证讲，这互恁定死耶稣上帝，但互伊救我吼，啊，伊是生命的主，我拢为着伊做见证吼。啊，咱做基督徒吼，其实咱牧师爱鼓励咱吼，咱的这个心怀要打开啊，特别属灵上要打开，才有能力哈。我嘛有体会到吼，咱很多的属灵福气失落，就是我们的心没有打开，咱家己有自我设限太多了，传统互咱自我设限，吼，观念互咱自我设限，吼啊，真济的法条互咱自我设限，意思讲咱家己为一个范围的格局，以至于吼，递到咱这个容器啦。这器具哦，较矮啦，所以咱一点啊，咱感觉按就够啊，一点按就够，无咱来扩大这个容器吼，咱会当底较济上帝的方式，目的会当为主做工，来得更较济人来荣耀咱的上帝。所以咱来相信教会上耶稣基督互教会的官兵嘛是赢过一切啊，因为教会是。万王的王，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地上的代表啊！阿免，咱有这个官兵，咱敌人，因为这传统是这种精简，对不对？精简就是咱相信，咱对福音要100%的相信，相信讲信福音的人，福音是耶稣基督救赎，耶稣为咱定死嘅伊保卫死度咱的罪，咱相信你，伊将永远的我们想出来，这就是福音。咱相信讲，相信福音，咱传福音，相信人，伊就领受上帝大权能、大quyền力，伊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今晚牧师过来问咱大家，恁有相信福音无？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无？那安尼牧师简单甲讲，你如果心内相信，嘴里承认。你就得救啊！敢是遮简单？什么人甲因讲的？老牧师讲的，毋是啦，圣经讲的啦。你老牧师，所以安怎？咱信耶稣，咱就有一个得救确实，所以咱已经领受救啦。咱要有这个信心，这个确信，信的人就有权柄，教会就是信的人，所以什么教会权柄？因是耶稣基督的身躯，是耶稣基督所要充满的，所以教会就是要彰显福音的开展，所以传福音是教会上要紧、上荣耀的工作吼。咱拢相信福音就是咱迄个幸福的根本啦，幸福的根本。所以咱相信福音要改变咱的人生。到咱新的愿望吼，所以教会因为福音存在，就是领受祝福嘛，叫做教会。教会嘛为福音存在，就是要去祝福人。所以传福音是一个祝福人的工作，感谢主好所以教会咱爱确信咱有赢过一切权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90讲恁伫地面上所捆绑的安怎？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云上讨绑的在天上也要怎么样释放？这是教会的权柄经有什么？经有传福音，传福音当然我做者见证时间就可以，我以后有机会甲你分享我拄来的时我拄来中央教会，嘛拄到一寡这属灵状况，我的青年有几位是鬼父的。你感觉哇，怎么会这样？教会也有鬼父，有啊，里面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现在这些孩子都非常好，而且兴起成为教会很好的同工，有的甚至别人间教会邀请因去做专职的同工。我嘛做行业，伊要去我是做唔甘，但是我祝福他，他能够去帮助其他教会。所以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这种未信主的未信家家庭来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我们就得胜。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啦所以咱相信上帝的权能赢过一切我讲咱教会阮教会最近搁咧推这个复兴祷告小组
嘛开始征战咯。但是阮马上祈祷，就马上见证上帝恩典足奇妙的。所以我是讲吼，咱要祈祷一定爱，咱要传福音一定爱祈祷啊！祈祷吼，领受上帝互咱的开力啦，祈祷开力啦。RPG 小组有机会分享，3个人一组，就咱会当祈祷，互相祈祷，安尼就会当互相带祷，安尼上帝就透过祈祷中间甲咱拢连接起来咱教会这个祷告的火、复兴的火就会点燃起来咱其实咱拢烦恼讲要安怎免烦恼，做了神就上帝，阮我讲准备甲拢好势啊，做咧一个开始上帝恩赐咱就想到说上帝拢咧甲咱开路安尼我找一个时间，专门莫伫礼拜日莫一个讲到来哪有时间甲咱介绍我就爱鼓励教会每间教会福音是我一个心志，我爱看到恁教会安尼充满开力的，我就足欢喜安尼所以咱就爱热切传落去嘛因为这个耶稣嘛甲彼得讲你这个教会起做石板顶，这石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啦，应声这意思啦所以咱传福音是高举基督。托高基督咱教会就去做，所以教会讲要兴起运动，传福音我都兴起运动啦，传福音教会大人就去做咱因为传福音就安尼要见证上帝甲咱三个伫咧做传福音属灵真正彰显上帝的心志甲开力这个耶稣讲天顶地官兵拢已经收束我，所以恁得去土地的传福音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我啦教示恁的恁着教神手我特别教恁三家伫地安尼伫教世界落尾。即句话咱拢知影嘛，咱爱经验信仰展出两项呢，一个就是讲即个做对即个做即个信仰来理念啦，搁一个咧实践啦，大概大部分的毋是讲咱基督教，大部分拢是到咧理念就停实践这方面就弱了。伊地教讲哇，都有即个假好的理念，确实无迄个规矩啦，足可惜的啦无迄个荣耀看到所以咱得互相勉励，教会存在上界大的价值是啥物？在咧见证基督，成就大使命，荣耀上帝愿上帝祝福咱中集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去做咱的教会，诚做一个有五爱教会因为基督甲咱三个伫地咱彼此相听，人都会知影讲咱拢是基督门徒咱就充满信心来运用权柄，所以咱知影有权柄咱有信心来运用教会就会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三个来祈祷。主耶稣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经选阮来做你的儿女，你已经将属天的福气，毋然呢，佮将属天的权柄赏赐阮。感谢主，互阮自己做伙成做你的教会，是你要充满的。你也要借着教会互你的名来得到高举你的荣光伫这所在来彰显。愿感谢主，兴起阮中兴教会是一间。伫遮备办便要互上帝你用的教会，我嘛确信上帝你的圣神伫中兴教会咧做工，你要互即间教会因要突破因现在即个范围即个做格局要互因拓展要互即间教会加添上帝即个你所带来即得救的人，感谢你，阿罗你，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接续咱来修圣餐即个做咱吟诗553首，咱要吟第1节甲第4节好
至圣的天父，听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你找你的独生囝，阮的主耶稣来到世间，为着阮来拍破伊的身躯所流的宝血，成做阮救赎的亏难，洗清阮的罪。是成主耶稣也对死过我，成做阮得到新活命的亏难。感谢主，也感谢主，你伫受卖献命，也甲学生做的一道，你就对道顶来提起饼，放起杯，伫遐来设立圣餐。这时，阮照主你的吩咐，我嘛摆列饼甲葡萄汁，在这所在来孝念主你的疼。主啊，感谢你，你阁特别求白切圣神来到我伫阮中间，阮常常想起孝念主你的疼，阮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当阮照主你的命令摆设饼甲葡萄汁，求天父上帝来祝福来告我。阮将这个奉献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施恩赐福。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兄弟姊妹欢迎今仔是属主教会陪参者三甲来坐主的道主耶稣基督有讲恩典的话，今仔劳苦着我担重担的人来接近我，我要互恁来得到安息。今仔喙带希望伊的人就来接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帮助。我徛伫门外拍门，今仔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我要甲恁食因也要甲我食。兄弟姊妹，主耶稣已经邀请你，所以今仔相信耶稣基督做伊生命的救主，也领受洗礼，兄弟姊妹，在这个时阵做伙来坐主的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暝伊就对道顶来提起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今仔恁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时阵咱要请咱的长老来服侍。所以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摕着了，咱会当感谢咱的主，而且咱大家摕坐了，咱做伙来享受。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
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既然恁这是就行恁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会所说你袂，既然恁啉的时就行年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后师。所讲，这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恁啉的时就行恁来纪念我。咱议员摕着杯了后，咱感谢听候。所讲，这杯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今日恁啉的时就行恁来纪念我。所讲，这杯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今日恁啉的时就行恁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来感谢。至圣的天父，听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俄罗斯透过这个圣的祭司，我哋通深知，凡是主你所听的，甲主你连结做伙。那阮甲主连结，我嘛甲阮的兄弟姊妹伫主你的内面同做一体。阮事互调，也受恩典，也受切恳，来成就主你所托付的使命。所以感谢你拣选阮，互阮的生命诚最尊贵。互阮会通为着主来活出荣耀甲价值。愿天父上帝，你圣神继续扶持帮助阮，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日常生活中间来彰显你的同在甲祝福。主啊，感谢你帮助阮，时时刻刻拢会记你。主你的恩极大，主你的疼极深，愿我靠你。阮就得到快乐，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受杯吼，现在来举行奉献。
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是咱来看咱手中的周报。咱首先来读两解台语的这个金句吼。是咱的周报掀开的正手边下面，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物充满万物的。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物充满万物的。以有所书第1章23节，过来咱来看吼，请下周若有事奉的同工，请咱来注意。过来这个奉献的报告吼，因为有漏交2个吼，所以我来补充就好。圣歌队的奉献吼，为圣歌队奉献有2位吼，是迄个洪兆庆甲这洪义文吼，因各奉献12000块。过来咱来看消息的报告吼，咱今仔日临时好会要等下。伫结束来召开，要改选中级吼，甲一个2年任的长老。过来吼，爱餐，甲咱今仔爱餐后吼，咱要就是咱遮拢结束了，咱要来做这个圣诞的布置吼，甲摒扫。所以请咱会友会当做伙吼来帮忙。下主日是咱的感恩节吼，请咱来为着感恩节来奉献。个。即个后壁已经有写好打好咱即个迄个礼拜堂的献花任捐表，请咱有意的兄弟姊妹会使来任捐。过来，咱具体交通，咱首先先来介绍第就是咱伫咱中间屈原志甲洪义文这对新人。请坐，请坐。因伫顶厝安尼来缘分，咱也替伊来欢喜。愿上帝继续看顾伊，也互因充满了疼的快乐啦。过来，咱要介绍迄个陈宝柳姊妹，伊是迄个好动力的兄嫂。请坐。咱也等一下结束了，咱也要为这个11月庆生拢总庆生会，拢总28名的寿星11月份28名的寿星来庆生咱等结束再来做伙来。咱也为着吴景昌甲这个周瑞林2家来代祷。这是请咱起立来代祷，为着咱家己也为着。教会一切事工来代祷。新的萝卜来向感谢也愿主你感谢你，感谢你，这是咱来吟上营402首，吟诗煞，请罗牧师来甲咱祝祷。
阮求主领带我脚步，那无往那个起来行，阮求你托我大脚步，那是我的经欠美食食，让我那日春秋你改变，予我的黑暗中找到见，最最最美路，这是我一切的前行。愿叫做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所赏赐为主做见证的气力，充充满满伫恁正大家心中，伫中兴教会，对即时到代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面倒闭会。这是要请圣歌队来祝福咱的歌。即时咧，我来搁来补充一点吼，就是咱苏黎下诶姊妹啊，因迄个领袖吼，要伫即个周六吼，要转去到英国吼，请咱为伊诶要转伊诶路程来代祷，祝伊一切平安顺遂，转去到英国吼。咱要庆祝以前吼，咱特别为着领袖来祈祷，因为即礼拜六伊特别去英国所在，12月可能咱李小姐，我头拄看李小姐来吼，李小嘛是咧迄个，咱后壁原志加迄个 Peter 加迄个那个译文吼，但原志也是12月吧，12月要回去美国哈，我们也为他的旅程一起做代祷，他们举办了一个很温馨嘛哈，婚礼很美哈。恋爱的开始哦，不要忘记哈，这是恋爱的开始，谢谢哈，再拍手哈。好，咱除了讲欢喜活动里的迄个阿嫂来以外哈，那个迄个进行遐边啊，迄新娘秀，我这嘛一个新娘啊，较定介绍你熟悉哈，我较定一对3人报来哈，非常欢喜哈，会当加大家做伙哈。咱今仔日咧，虽然今仔小组可能因为选举关系，咱小组暂停。总是咱希望咱小组内面对咱这些新来的人，我有这照顾吼，来庆幸回来。咱接续着来召开咱的这临时会，若需要去洗手这个要紧吼，你先去吼。咱即马要开始咱大行动的，爱点出色啊吼。咱点出色就根据咱迄个做签名吼，咱后壁有咱迄个会员名单。假使你还未签名的吼，请你先签名吼。咱是根据迄签名吼，来点出色安尼吼，咱就无依签名吼，无依签名。